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0月2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咱做伙来关心日本的消息。受第21号风台影响，日本千叶县长柄大水祸，地区水路的水涨起来，阁有济位水崩山，高达已经算断4个人，有2个人失踪。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长苏贞昌访问着对死刑的看法。伊讲，甲家己的父母小死，或者是伫人妈妈面头前甲囡仔刣死，这个罪拢是天地不容。所以，若是互判死刑，应当就要执行。不过，法务部昔日处理救济厅书，苏贞昌讲伊嘛会当理解。接下来看《中国时报》，美国副总统潘斯昨演讲，大力批评中国的济政策。并且公开支持台湾甲香港。潘斯嘛强调讲，美国政府袂甲中国撮合理，甚至甲中国有通伫11月 APEC 会议达成第1阶段的贸易协议。上尾是《苹果日报》，病人自主权利法伫今年正月起行路，已经有8000多个人签预立医疗决定意愿书。不过，政府公告的其他动静也是无进展，经过2个多月讨论，昨日总算定案。按算伫后月日中旬起行，会有1000多个病人受保障。有风声讲，香港嫌犯东东家挺后咱选举选煞，才要来投案。由马英九的朋友律师陈中文来辩护。行政院长苏贞昌一早就讲话了。陈中文这个人甲凶手辩护，阁有中国官员身份的牧师来斗损，国民党才来发声，有影是照妖镜一笑，妖魔鬼怪全现出发言去。香港女子命案引发台港政治竞争，虽然陈东家第23出价表明愿意来台湾面对司法，却传出有可能伫大选了后才会来投案，并且由前总统马英九的朋友律师陈中文辩护。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立法院质询，毋但批评马英九魔鬼现行，佫强调对代志的发展来看，政府步步为营才是对的。他的律师为凶手辩护。马英九再来扮演哽咽、同情被害家属，正贤牧师居间跑腿砍高啊！国民党再来吆喝唱和，现在照妖镜一照，魔鬼跟魔鬼中的魔鬼一一现形。苏贞昌批评马英九甲陈中文操控陈东家案，人去金门参访的马英九嘛强势抢倒转去，讲苏贞昌发言伤悍，无适合做院长。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嘛回击讲，苏贞昌的话才是参像伊所讲的神魔鬼的话。这个已经荒唐到让我不知所措的地步了。院长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他们最近犯了一连串的错误，让自己陷于困境，然后开始乱找这个替罪羔羊。这个像讲这些话的人啊，我觉得当院长不太合适了。苏先生讲这个话，真是叫他所说的就魔鬼的话，他讲的是魔鬼的话。记者打电话给陈中文，陈中文跟他表示，牧师管和平只是好心，要甲捌做过家己学生的陈东家斗3工，伊选择相信。落尾陈中文发出简单的声明，强调陈东家案应该是单纯的法律含公民教育的基本问题，嘛是牧师唔放弃人的精神，和律师为正义服务的代志。法律问题依法解决，袂当嘛无适合政治污染。若是未来敢有可能为陈东家辩护，以及风声讲不了大笔的辩护费用。陈中文是拢无表示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拄则讲陈东家定后咱选举选煞，才要来投案。有人认为这是藐视司法。内政部长陈国勇认为这是香港的问题，是藐视香港的司法。刘委会嘛讲，两边在咧讨论陈东家来台湾的细节，咱会坚持用司法合作的方式来处理。港女命案嫌犯陈东家来台湾的风波继续发展。根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牧师管和平讲，陈东家拍算因后来台湾投案的时间，上紧等总统大选结束了后才会来台湾。若是详细的内容，刘委会证实，台港已经进入技术性参详阶段。
接的这个方式，其实我们也有提出我们的方案哦。那香港政府他现在也还在做思考，还没有做最后的定案。他也是我们依法通缉的涉嫌的杀人犯嘛，我们是不可能让他用这种网签自由行的方式来到台湾。丹东家来台湾到案的方式，包括台湾警方是毋是敢若伫台湾机场接机，也是台方派人去香港机场，佮陪咧，也是带伊转来，以及香港警方敢会派人随行。目前各地讨论也未定案，但是陆委会特定清楚，会透过司法互助方式来处理，而且无棘手的问题。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丹东家案甲选举无关系，政府已经建立到案的窗口，来也唔来是港府的责任。人来不来是香港，不在我们，所以怎么会是我们有选举考量呢？明天就来，我们立即带回来做侦办啊！我们的对口单位都已经开放，随时开放。香港让一个杀人犯拍拍照自由行3个月，香港人民，我想他们受得了吗？所以应该是香港的问题，不在于台湾。丹东家案，陆委会内政部介入，嘛互人质疑政治凌驾司法。不过，徐国勇强调，咱和香港、澳门甲中国伫相关的司法互助请求，拢爱透过陆委会是依法处理。丹东家选后接来台湾到案，港府是毋是有政治考虑？大家心内有数。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王金平伫立法院即会期的总质询发表个别的演讲，来结束伊44档的立法院生涯。王金平坚持选总统选大底，敢会等到亲民党给伊机会呢？咱外界是真关心。副院长、院长一共23年间，在国会改革无法的基础上，点点滴滴、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建立的国会文化，却是怆然悔意。伫立法院44年，洪叫做是国会上资深的立委，为1999年开始连续做5届立法院长的王金平，这届总质询上尾啊登场，为丹东家案讲起对照太阳花运动，讲老会甲无老会差别，嘛讲国会文化强调调野协商伫国会重要性。不过立法院并不是伊政治路的上尾啊一站，坚持参选总统到底，王金平伊刷来要去对。这个不必急了啊，什么事情都有结果嘛，我们希望结果是圆满的，结果是对国家最有利。那如果等不到的话，院长的下一步就是退出政坛，退出。那是假设性的问题，我不方便答复哈。王金平甲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是真侪年的好朋友，伫2020大选之前，两个人敢是做伙对抗压力一直无消息。但是已经选总统3遍的宋楚瑜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唔但批评国民党，嘛批评民进党，佮透露讲人民需要第3种选择。孙中山先生去20届拢无停过，这个意思敢讲伊搁要再度出来选总统？宋楚瑜用答案搁要出来回应。宋楚瑜主席现在还在广听社会各方面的意见跟看法，那最后会做出最终的决定，可能还要再一点点时间给他。亲民党有参选总统的门票，但是伊讲这个门票无买卖。2020总统大选之前，亲民党要如何运用这张票？李鸿钧指出，目前保持开放的态度，上尾会交由宋楚瑜来决定。按算11月初可以当向外界说明。记者郭彩虹台北报道。马绍尔军的总统访问咱台湾，甲总统蔡英文见面，表达因未受中国的压迫影响甲咱的邦交。总统蔡英文嘛表示，中国用金钱收买邦交国的这个手段，咱台湾定着失败极点点。进前南台友邦小连线来断交，马上有军岛的总统海尼带团来参访，甲总统蔡英文来会面，即开喙的保证，就算讲是面对中国一直迫害总统甲压迫，马台感情同款是真稳定。I would like to assure Your Excellency that the RMI remains committed to it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ROC Taiwan, despite challenges brought on by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landscape and China's ongoing attempt to disrupt the regional status quo. The bond between the Marshall Islands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n unbreakable one. 海尼阁表示，马绍尔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一定会当替台湾做出更加强烈的发声。两个人会共同见证两国签台马经济合作协定。总统蔡英文嘛讲，中国压迫的手段，台湾袂屈服。面对特定势力透过金钱、收买等手段，试图破坏区域的稳定的现状，中华民国台湾绝对不会屈服。
我们将会坚持民主自由的理念，继续为印太区域的和平和繁荣带来贡献。蔡总统要拼连任，民进党嘛要来冲立委的选情，不过面对国会过半的目标，还有真侪挑战，尤其是第三势力甲真外力量相当的冲击，党内评估不分区立委可能敢若剩到12席。如果说我们区域的趋势再转好，我们政党票没有办法取得比现在更好的成绩的话，那我们要单独过半，还要非常非常的努力。对应台嘛，公正党票的部分会是重点，唔敢激复复。不过真欢喜看到目前党内团结的气势。打结束美国行政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嘛表示真挺蔡总统当选，国会要过半，不过敢是要蔡偌配，赶快是无愿意加讲啥。对应台表示，总统会伫适当的时间对外公布副手的人选，这是总统绝对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桃园机场隔壁地勤安全的事件高达有8件。交通部公布机场公司的调查报告，桃园航勤公司罚款30万，中营航勤公司罚6万。若突查3摆的中油公司，会互经济部来甲处罚。伫这个月2日早起，虎航班机因为正平小可漏油，通报机场公司，要是换另外一台班机来飞。机场公司调监视器发现，迄天中油加油车油管接驳开始加油了，发现油管无够长，竟然直接刹车。SOP 呢，它应该是要先卸下跟飞机连接的这个加油口，它实际的作为呢，它是没有先拆卸跟飞机连接这个加油口，所以移动车子的过程中呢，事后发现就对于加油口的部分有所损伤。中油讲，确实是人员无依照标准作业流程，会追究责任，加强训练。中油加油车今年伫桃园机场公司做3遍代志，年做加油车由国际挂钩实现飞机，9月初2又搁发生去下掉飞机的意外，这礼拜又搁发生无依照 SOP 刷电动加油车。也无因为中油并不是机场公司对口的地群厂商，所以已经移请中油的主管机关经济部来发。我们在今年年底订定加油商的一个新契约的时候，我们会研议一个更有效的处罚机制，我们会订定一个明确而且是有效的一个保证金这样的概念。一旦他有犯相关的规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扣他的保证金作为一个处罚的一个依据。到目前，机场公司地案事件已经有8件，其中6件造成换班机，已经冠过国际用书达。交通部2号公布桃机地案事件调查报告，针对地案事件罚累犯桃群公司30万，中营航群因为无依照程序通报地案事件是罚6万。交通部讲，年底将会导入空质航机监测系统，就是监控地群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北市的实际近摆上班下班的时间，车到塔甲要外摇呢。为着要改善交通问题，交通部讲，若准新北市政府改建中港大桥，就会使加起做一个安南平柱高速公路的入口，上紧明年会来动工。新北市汐止区的人口是超过20万人，上下班的时间交通是正塞。当地居民若是要去国道1号的汐止交流道，伫咧基隆河北边的车流爱塞一大列，和4科尾的石板路、中正路甲大东路拢是塞车塞甲真严重。因为这边如果要上国道1号的话，要走那个长江街那边会塞，对对对，然后往下走的话，走那个东湖也会塞。觉得会比较方便吗？应该会啊。跨过这个桥这样。应该会啊。交通部伫今年初核定汐止地区，增加南入国道1号交流道，拜5正式公布工程计划，会甲汐止空连街来做联络道路，会接新的交流道，未来下过中港大桥，所以嘛需要新北市政府来改建大桥，才会当来配合交流道的作业。过去呢，因为路廊的选择一直没办法确定哈，也不符合规范哦，所以拖了很久。这个匝道哈是大概5亿多哈。那因为有一些是属于漳江大桥的改建跟周边道路的拓宽啊，这是新北市政府负责。交通部评估，新的交流道完工了，会当改变原本交流道27趴的交通量。不过时间过程一定去影响到当地的交通，所以需要新北市政府先甲空连街尽快工程完成，才袂互工程的时阵，互实际的交通规工拢塞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看英国有一架冷冻的货柜车，互发现讲有39个中国人招伫内底关死。但中国有派人去英国了解，嘛希望英国赶紧公布真相。
对伫警车后壁法医车辆豆豆离开港口，甲遗体送去病院检验。因果逼出有冷冻货柜甲39名中国移民关系案件，其中11个遗体伫当地24号暗时送去布鲁姆菲德病院进行检验甲鉴定，被确认死者身份甲死亡原因。我刚才呢和英国警方进行会晤，进一步了解核实相关情况。我们将继续敦促英国警方，尽快查明事实真相。涉嫌的货柜司机罗宾逊讲，伊是伫出发进前才看到货柜，唔知影内底有中国移民。英国警方调查发现，货柜的车头甲货柜分别是为爱尔兰甲比利时来到英国。死者有可能受困伫车内零下25度的环境超过15点钟，才互寒死。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港口有装热缩仪，专门咧检验秘伫车内偷渡者。严格因为冷冻货柜温度伤低，无法度检验出人体热量，有可能互人抓一团软胖，躲过了检验，煞造成了悲剧。中国媒体《环球时报》甲责任撒互英国，认为发生这款人道主义的灾难是英国政府明显无努力保护这移民。严格意代理专家煞认为，是欧洲的紧缩移民政策，互想要找撇互移民，必须要无更较大的风险，到欧洲才会发生悲剧。These are all victims of the way that the border operates. It's a victim of a very aggressive border politics, of the closure of the migration routes. So some people may end up dying on a boat crossing the Mediterranean. Other people may die in the back of a lorry, frozen. But it's the same sort of system that produced those tragic deaths. 专家推测，所有的死者拢是中国人，迄是这个案件是有组织的犯罪，因为货柜属于爱尔兰一间货运公司的，15号已经把货柜租出去。目前业者嘛已经把租用者的相关资料交予英国警方来调查。记者林世彤报道。香港歌手何韵诗去纽约出席论坛，讲参加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民众，互压迫甲真忝，呼吁国际守护自由甲人权，小挺香港人。By punishing and condemning supporters of the Hong Kong movement, these companies are turning their backs against these very communities and freedoms which they flourished on. 讲到世界各国有真侪品牌，像 NBA， 拢因为中国的压力就爱自我审查。香港歌手何韵诗伫纽约奥斯陆自由论坛发表演讲，伊讲最近4个月，香港因为反送中运动发生正大的改变，希望大家为自由甲人权奋战。Hit with a metal hammer, and even myself in Taiwan, these attacks aim to intimidate and silence people. 反送中运动已经4个月啊，香港社会是还未恢复平静。有朋友早起发动家己登去上班，行路去上班上课的活动。有真侪民众带水暗，看到讲互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表达诉求。另外，大家也关心后个月20日的区议会选举。目前选举提名已经结束，不过香港政治秘书长吴志芳到第5也无法度确定是毋是得到参选的资格，传出被取消资格可能性正悬到9成，就以报名参选的海怡西选区可能会延后抽签。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呢都公開接受傳媒訪問，表明話即係確認黃之鋒能否參選呢，不由選舉主任決定，都會面對唔少嘅壓力。香港媒體引述建制派人士的講法，講吳志芳去卡掉自決的紅線，有可能會被取消資格。香港相關議題也繼續受到國際關注。美國副總統潘斯就喺演講嘅時陣挺香港。Hong Kong, who have been peacefully demonstrating to protect your rights these past months, we stand with you. We are inspired by you. And we urge you to stay on the path of non-violent protest. 香港嘅民間準備11月初2要喺咧維多利亞公園辦救援國際堅守自治嘅集會，目前警方是也未決定是唔是發出無反對通知書。記者綜合報導。咱看到轉來，咱台灣要守護電影有影高工，國家電影中心拼世界濟經典嘅電影守護好勢，包括講30多年前文學作家黃春明翕嘅《大甲媽祖轉後頭厝》嘅紀錄片，咱做伙來看賣。火車經過大安溪橋，30多年前來一組的善男信女，一路護駕大甲媽
行8天7暝来到上尾站北港朝天宫，大家就拢看步啊回来哦。妈祖啊，你拢有看见吼？遐敬爱你的人，因拢是淳朴的老百姓哦。这出号做大甲妈祖回来后头厝的纪录片，是台湾文学作家黄春明，也有摄影大师张照东，在1974年以16毫米的底片所翕的纪录片，会当讲是台湾早期纪录片的经典。这阵台湾国家电影中心的数位修复团队，用真侪时间为取得版权、整理底片，到上恶做的调光，也有修复声音甲影像，才互影像重新恢复生命。我是感觉迄种兴奋啊，迄种敬爱，非常的感动。今仔日看恁修好的，我提早就看过来，修了真好势。除了这一出，国家电影中心也修复电影大师李行导演在1983年所翕的《大轮回》，也有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等等的经典电影。今年拄好是国家电影中心成立40周年，文化部长陈丽君也希望未来会使互电影中心法制化，通好有更较侪资源来收藏甲保存历史影像。我希望讲，咱的这个草案吼，来国营中心要转型做行政法人的这个法案，会当伫今年来通过吼，咱来互国营中心上一个西部礼文。10月27日就是联合国定做是世界亚音遗产日的日子，在这一天来临进前，国家电影中心将这修复真侪年影片播送出来，要将咱看世代的记忆拢保存落来。以上是记者欧敏珍、张玉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云林大溪海口故事馆长期推出地方的艺术，邀请住伫海口的艺术家展出岩雕啦、葫芦雕啦这类作品，用来表达对故乡的感情。乌色变形，那亲像碧白的大喙。这个用中国结所编的乌面蜡杯，即阵就展示伫云林大溪故事馆，主题就号做杜东渐渐的展览。因为这是艺术家蔡杰自细汉伫云林沿海地区上接看到的动物。台西是我的故乡啊，然后就现在的那个时候是那个黑面琵鹭要过来渡冬的时候，啊，我的心情就好像黑面琵鹭要回到家乡故乡渡冬的那个感觉。蔡杰接触艺术其实受洪赛的启蒙，伊洪赛洪树平是台南北门人，甲伊同款自细汉就伫咧沿海地区成长。洪赛的艺术材料就是故乡的盐，也有布啊，一个用心雕刻的作品，表达伊对故乡上深的感情。布啊，盐拢是一种的吉祥甲纳福辟邪迄种的材质，但是可能以前甲我做庙有关的，因为我是石条出身的嘛，所以较有一寡民俗的迄种人文的迄种的想象的所在，做伊的创作的题材。洪树平和蔡杰这对艺术家洪阿母，因的感情有影介好，因将对沿海地区共同生活的感情，化作一个活跳佮幼稚的作品，希望会使甲更较侪人分享因爱护乡土的精神世界。记者综合报道。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